Hello，馬來西亞嘅朋友，為咗報答你哋一路以嚟嘅支持，你哋嘅願望係全部聽到嘅。我胡鴻鈞又翻到嚟馬來西亞啦。除咗大家熟悉嘅歌之外咧，今次我哋仲準備咗好多唔同嘅多蘇法同埋火花。6月28號雲頂世界雲星劇場，一齊嚟享受我哋精心準備嘅音樂派對啦！多謝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坤哥葉傑坤啊！除咗用歌聲打動你哋之外咧，我都希望用少少幽默咁去氹到你哋嘅。今次咧，愛在6月天音樂派對咧，就會有我嘅老拍檔 Hugo 再次合體，再加埋第一次合作唱歌嘅阿 Moon，唔知會帶到啲乜嘢嘅火花俾大家咧？約實你哋，記得6月28號嚟到雲頂世界雲星劇場嚟聽我哋唱歌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佩玥阿 Moon， 大家都覺得我好中意笑，得意，親切貼地。我除咗中意做戲，仲識打，仲識唱歌㗎。今次同兩位前輩嚟到大馬開 show， 究竟會送啲咩驚喜俾大家呢？記住啦，6月28號星期六晚上6點，約定你喺雲頂世界雲星劇場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